未烧嘛未冷的水，咱应该咧台语爱安怎讲？是凉水，未半烧嘛烧冷的未冷，滚水水，就是啊是滚水滚水嘛，系啊，应该不是吧？暗凉水，暗个未烧嘛未冷嘛，所以半烧冷啊。半烧，应该是半烧冷的水啊。半烧对啊，冷因为凉水第一当阿嬷讲凉水就是冰的，啊嘿，冰啊滚水咧半烧冷。啊那滚水就是滚的嘛，是半烧冷啊的滚水。哦，为什么半烧冷后壁甲加滚水啊？对他们刚才啊，讲白滚水是，白滚水是白滚水白开水嘛，啊，迄嘛是滚水，白色滚水。白色的唔是白。滚咱想一下半哦烧，冷啊。滚的应该讲烧。 40秒哦，系啊， 2000块，是2000块，那2000块连，应该是半烧冷啊。好啊，半烧冷啊。半半烧冷的滚水，好，好，来，咱来看这里，半烧冷的滚水对唔对？会惊无？会惊啊！哎呦，小2000蛋命啦，不来要紧啦。要做伙食饭了，我有压力啦。啊对吼，嘿啊，一定要把这3万块摕转，大家才通啊同齐食饭。对啦对啦，对不？嘿，来，上恭喜哦，得到2000块。咱来请老师给咱解水好啦。好，老师，诶，咱这凉水，咱大家讲的嘛，就是爱凉凉冰冰的这种饮料嘛，对吧？吼，啊，若准讲半烧冷有无吼，就是温温啊就对了啦。哦嘿，啊温温啊，佮另外一个讲法叫做拉伦啊烧啦。喜贺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